活着本身就是一场胜利的证明。每一天的日出，无论我们身处何地，都是一份恩赐。生命是一场独特的旅程，赚钱只是过程中的一种游戏，并非最终的目标。我们努力工作，创造价值，但最终目的并不只是积累财富，而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让我们能够享受生活的美好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真正的幸福与快乐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真谛。健康是我们生命的基石，没有健康，再多的财富与成就也会失去意义。100年之后，我们都将面临人生的终点。到那时，你睡你的，我睡我的，再美丽的语言也无法再彼此沟通。这是一个无可逃避的事实。生命的短暂与脆弱，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。长眠于大地之中，我们将沉睡很久很久。那些曾经的争执、斗气，是否还有意义？当我们想到这些时，是否应该学会在生活中对身边的人更宽容一些，更理解一些？因为当下的每一天都是有限的礼物，我们的时间正一点一滴的减少，无法回头。我们应该珍惜身边的人，因为每一个陪伴我们走过生命的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亲人、朋友、爱人，他们是我们生命中的珍宝。与其争执与斗气，不如学会好好说话，用温暖的语言表达彼此的关爱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，总会有误解和矛盾，但相互理解却能弥补这些裂痕。对身边的每一份真情善待，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所应该做到的。亲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，它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生命之中。从我们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，亲情便成为我们成长的基石。父母的呵护，兄弟姊妹的陪伴，这些是我们生命中最纯粹的爱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可能会忙于自己的生活，与亲人的联系变得疏远。但亲情的力量永远存在，无论我们走多远，它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。友情则是我们在生命旅途中与非血缘关系的人建立的深厚连结。朋友是我们在孤独时的依靠，在困难时的支持。我们与朋友分享喜悦，分担忧愁，一起走过人生的高峰与低谷。友情的价值不在于朋友的数量，而在于质量。一个真心的朋友足以温暖我们整个人生。爱情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情感体验，它是生命中的点缀，也是我们心灵深处最渴望的连结。爱情让我们感受到自己被珍惜、被需要，也让我们学会如何去付出、去包容。两个人携手走过风风雨雨，这是一份难得的缘分。我们应该珍惜爱情中的每一个瞬间，因为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幸福。珍惜每一分真感情，这是一种对生活的尊重，也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最美好的东西不是物质，而是真心。真心是纯粹的，是无条件的，是没有心机的。当我们以真心对待他人，我们也会收获更多的真心。这种真诚的交流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，更加有意义。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与人争执，甚至斗气。但当我们静下心来反思，这些争执是否真的值得？也许只是一句话语的不当，或是一次误解，便让我们伤害了彼此的感情。与其如此，为什么不选择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，学会好好说话？语言是沟通的桥梁，一句温暖的话语足以化解矛盾，拉近彼此的距离。时间是一条单行道，它不会倒退，也无法重来。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，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，不要等到无法挽回才意识到曾经的美好。生命中最遗憾的，往往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我们没有做什么。我们有多少次错过了与亲人相聚的机会？有多少次没有向朋友表达感谢？又有多少次忽略了爱人的感受？珍惜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智慧。它让我们学会感恩，学会包容，学会以一颗善良的心去对待这个世界。当我们开始珍惜，我们会发现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美好值得我们去拥抱。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我们最大的财富，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，有一些真心的朋友是我们生命的亮点。没有心机，只有真心，这是一种生活的境界。当我们摒弃了复杂的心思，简单的以真心面对世界，我们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与快乐。我们不再被嫉妒、猜忌、比较所困扰，而是以纯粹的心去感受生命的每一刻。
这种真心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，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善意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常常被各种事物所牵绊，忽略了内心的需求。我们追求成功，追求名利，却忘记了停下脚步，感受身边的温暖。当我们学会珍惜，学会以真心待人，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充实。我们会发现，真正的幸福并不在远方，而在我们的身边，在我们的心中。活着就是胜利，赚钱只是游戏，健康才是目的，快乐才是真谛。这句话道出了生命的本质，也为我们指明了生活的方向。当我们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人生，我们将拥有一个更加丰富而有意义的人生。无论未来如何，让我们珍惜当下，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，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充满温暖与感动。